气象署表示讲，目前为伫菲律宾东边的热带性低气压，可能今仔会结做今年的第20号风台探米，敢会直接影响台湾？爱看拜四西湾的角度，无可能会伫拜四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未来一礼拜，台湾受到东北季风、佮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北部佮东部地区会落大雨。无日头，气温凉凉的天气，民众爱赶紧把握。拜二下晡开始，东北季风会变强，气温会小可降低。伫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、宜兰地区的民众爱注意，可能雨会较粗。拜四开始受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东部地区也有可能会出现地灾性的降雨。那到了26、27号，也就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台湾附近的降雨就会变得明显起来，尤其是在整个大台北，还有宜兰、花莲地区都可能出现局部性的豪雨，甚至是豪雨以上的降雨。不过这边的降雨还是取决于未来这个热带系统移动的方向而定，还是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。是毋是会结做风台影响台湾？气象署表示，目前伊的环境条件真好，真有可能伫拜一下晡就变做轻度风台。目前它所处的环境条件还算不错，所以也预估可能在今天就有机会发展成台风的一个情况。至于它未来，因为它是慢慢的以比较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动，也预估在24、25号之后呢，其实它整个环流是比较靠近我们台湾，水汽也会变得比较多，天气在24号之后会变得比较不稳定。气象署也表示，虽然风台目前看起来未直接影响台湾，行的路草也有变数，不过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可能会有地灾性的雨势，提醒民众也是要做好防灾的准备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。